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27.47，按周微跌0.05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32.65，按周跌0.28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33.17，按周跌0.19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16.24，按周升0.14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64.3，按周升1.6%。拆息顯著回落，有助減輕供樓支出，加上關稅戰降溫，均利好樓市。減價盤減少，信心指數上升。喺全港三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三個區份，分別係大嶼山愉景灣、荃灣、觀塘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753至約1075平方尺嘅單位。